中山西區有個望江景嘅樓盤，單價8字頭，仲係精裝完樓，落樓就可以去富華酒店飲早茶。聽完你係咪想即攞份強積金出嚟買呢？我勸你撳實個荷包先，因為老城區啲煙火氣呢，分分鐘辣眼睛㗎。想買利高廣場，你要先肯得落佢3個硬傷。第一，最大嘅致命傷呢，產權縮水。呢塊地呢係2007年嘅地王，拖咗10幾年先重起。你一買入70年產權，已經冇咗10幾年，你心唔心痛先？第二，塞車會塞到你懷疑人生。富華島繁忙嘅時間，啲車多到呢，行路仲快過坐車啊！如果你仲要日揸車出入，保證你血壓飆升。第三，戶型設計呢比較有年代感，冇依家啲新區住宅咁多鋪位贈送，間隔真係中規中矩。但點解我依然話佢啱香港人退休？第一，中山市中心極少可以睇到河景嘅項目，有2房至3房可以選擇，單價8字頭，總價100萬多啲就可以上車㗎啦。首付15萬，月供4000蚊，留返大把現金喺手，呢啲先叫做退休嘅底氣啊！第二，地段配套成熟到無敵嘅，落樓行2步就可以買到平餸，5分鐘車程呢，去到三甲醫院、中山市中醫院，老人家睇病安心。馬路對面呢，就係中山國際酒店，飲茶食飯落樓大把選擇啦。樓下還有香港直通巴士往返香港，唔使依來揸車，最啱老人家㗎啦。第三，河對面呢，就係宣文步行街商圈，呢種即買即入住嘅老城區煙火氣呢，係新區10年都堆砌唔出嚟嘅，而且佢係精裝現樓，裝修一早搞掂㗎啦，買套梳化長褥即刻住得，完全唔使擔心爛尾啊！用8000蚊嘅單價買返中山人嘅集體回憶，呢筆退休數你覺得抵唔抵？我係 Jackie，留言話我知。